再来看摩尔多瓦民众今仔举行家己欧洲联名的公民投票，结果是反对的票数较济哦。亲欧洲的总统桑杜是批评讲，这个结果是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。另外，乔治亚共和国2日要来举行议会大选，亲欧洲的反对党在做势时是表示讲，希望会当来改变目前国会亲罗西亚的局势。 摩尔多瓦人公投敢是赞成加入欧盟，投票之前有真侪项的相信民调显示，63%的选民偏向同意。也毋过显然初步结果互人意外，也无疑是亲欧盟总统桑杜的一大失败。Votul nostru de la referendum ne va determina soarta pentru multe decenii înainte. 这场投票互看作是桑杜治国之下转向亲欧的关键考验。迄日自莫斯科使馆也有公民投票作业。摩尔多瓦人口大约260万，甲罗马尼亚、甲乌克兰连接，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，一直伫亲西方甲亲俄路线一直摇摆。俄乌战争期间存在罗西亚干预的记录。 桑杜20暗指控犯罪集团甲外国势力介入选举，利用金钱白炒的甲选团动摇选情，表示摩尔多瓦的民主面临以前所无的攻击。伊的政府有明确证据显示，有30万张票互收买，被控一方是罗西亚全部好人。 乔治亚共和国20日伫首都特比利西举行挺欧盟大游行，亲西方总统佐拉比奇维利发表演说，为刷落来26个国会选举，请百姓投票反对执政党乔治亚之望。伫发言时，一直有不明分子为附近的官员以强光照伊面。 乔治亚会登去罗西亚的路线，也是维持亲西方立场。刷落来国会大选，方认为是关键选举。执政党乔治亚之望今年较早通过真受争议的境外影响力法，方批评是学罗西亚法律来牵制异议言论。乔治亚加入欧盟之路，遭到布鲁塞尔冻结。公司新闻吴连编译。